聖經撒母耳記上11章第3節，亞比的長老對他說：求你寬容我們7日，等我們打發往以色列人的全境去，若沒有人救我們，我們就出來歸順你。嗱，呢個呢係當日亞捫王嚟到亞比嘅呢個嘅民族當中嚟到去要求佢哋嚟到去欺壓佢哋。咁啊，亞比個長老佢哋就要求呢個嘅亞捫王真係嚟到去同佢立約，佢哋就願意去服侍呢個嘅亞捫人。但係亞捫個王非常嘅驕傲。如果你俾我容許我將你嘅右眼挖出嚟，咁我同你立約等等。咁亞比個長老冇辦法，就求佢哋話俾佢哋7日，睇下有冇人可以救佢哋，有冇以色列全境有冇人可以去救佢哋。嗱，點解當日嘅呢個嘅亞捫王會容許呢件事呢？可能佢哋係輕敵驕傲，求主幫助我哋，千祈唔好驕傲。我係鄧英善牧師。